一称至2分钟起错，3脑袋子，车子哪个人侪来讲，为没黄浦江看，我看是到厦门外头个后人我错不得。那个才是龙潭和明星的区别。而且那个谁住在啥地方？法国外交部，一搭台里才是大使馆，位于行政机关，退休工资1万多。6年余晖，忙出去再搞一张明信片。玻璃是墨鱼蛋仔，埃斯美拉达、卡西莫多，中类寡人，一部电影可以捧红一只街道。虽然现在繁华捧红八国人跟娱乐一样，工资一定钱，一来一定钱。黄浦江两旁边侪是中港，山南河旁边是里头最辉煌的历史。对我讲起来，只有4个字：关我屁事！浪漫的山南河之旅马上10月结束在，谁是第一身份碰到我？今朝是你到欧洲来个第3日天在浪向来看看，到了法国巴黎浪漫之都是个迷你展台所，侬听听个声音，那个是贝贝啊，不是响头。中央空调没改，4星级宾馆，房间线、卫生间线、电梯线、样样线，除脱在外一天时光，斗车斗智大概半个钟头，号称法国4大建筑之一个开前门单子。苏港浪向再大的工人们，人多、汽车多，事业体更加多，所以班班子还搬了前头。再想想收罪，快递放到山区门口里，几日天会与人挪脱，谁是看病也同意，读书也同意。想到一点，我心有10国的冬天的，觉得非推我个米水可以。大家了，吃哈饭个地方单子，猪肉么才是肉发鸡，鸡肉么才是洋鸡，真的没办法一口吃。豆腐香、青菜，吃完你们就自己去逛了，好吧？因为有些人快，有些人慢。到哪听得来嘛么子？这趟逛呀，毛主席可没一袋垃圾。你看呢，2个香烟卷来好着，这个，看家出去。你看，也是一张中国团队，中国饭店、中国菜市，一切侪为之代购个奢侈品集中营，来不要配摊。11点59分，现在3点钟才送的。昨日是罗浮宫1个半钟头，凡尔赛宫1个半钟头，今朝忙么是3个钟头，来去这样吧。